你这王爷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王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六师傅给您带的铜匣应该不是真的，要不然您试试。那铜匣的真伪如何辨认？我爹说过，那个铜匣乃大明最顶尖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。那铜匣上面有9条龙，如果是真的放在水里，那9条龙就能游动起来。所以想是真伪，把它放在水里，便知真假了。我刚刚试过了，那铜匣果然是假的。丫头，该不会真的铜匣其实一直在你手上？你让京城调包的是个假铜匣吧？我要是这么有心机的话，我怎么会被你骗到现在啊？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就是倾城的。是，一定是倾城。他把从你这得到的真铜匣藏了起来，却给了我一个假铜匣。六师傅啊，我真替雪姐姐寒心。她一直视你为神明，而且她知道她弟弟在你这儿，又怎么敢私藏铜匣呀？她之所以出卖你，是因为她的身份暴露了，还有，她知道她弟弟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出卖你的。王爷，我交给你的铜匣就是京城给我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假的铜匣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六师傅，你是不是想私吞大明的宝藏，所以才说金钥匙和铜匣都在我明珠谷手里啊？你想这样骗过王爷啊？你可真行！你这个死丫头，平常看你吊儿郎当不学无术，没想到你耍起心机来却如此可怕。我哪有心机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吵了！把他们给我押下去。是。小师妹，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厉害啊！只怕现在六师傅肯定很后悔，没能在来滇都的路上狠心杀了你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如果平西王跟咱们明珠谷联盟破裂的话，那我们就都活不成。王爷，如果你怀疑我，就杀了我。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对王爷的忠诚。唐一手真不是被你所杀。王爷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是为了报恩才誓死效忠王爷的。试问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，去杀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呢？那这个铜匣，应该是被倾城调包了。以我对易欢和倾城这2个孩子的了解，易欢倒是不太可能调包这个铜匣，倒是这个倾城，表面对我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只怕一直藏着别样的心思。这次他知道他弟弟已死的消息之后，就立刻对我翻脸无情了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个铜匣应该是在倾城手上，至于这把真钥匙，应该是落在了那个潜伏在明珠谷里的鳌拜内奸手上。多谢王爷的信任。
把李欢他们给我押回来。是。李欢，这是皇上的亲笔手谕，你且看看。哼，皇上这还挺生气的啊。皇上虽然生气，质问我是否就是幕后主使，可质问的口吻中仍透着亲近信赖之意，所以，我只要将雪域居士和你们3个一同押解进京，就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能立个大功。雪衣，愿为王爷效忠，以性命来换取康熙对王爷的信任。李欢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你爹想和本王假结盟，暗中挑起本王与康熙矛盾的诡计，注定是不能得逞的。王爷，你误会我爹了。你当年逼着我爹杀了我娘，我爹心里确实恨你，但你也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光复大明的大业远胜于私人恩怨，所以他是真心想跟你联盟，一起对付清廷的。可本王并不想造反，我这个平西王当得还算舒坦。可是您这个平西王也当不了多久了。您觉得您顺着这条圣旨顺坡下驴，把我们几个卖了，再杀了雪衣居士，就可以打消皇上的撤藩之意吗？那您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皇上在我面前不止1次说过，之前鳌拜是他的心腹大患，现在把鳌拜擒了，王爷您就是皇上心中一根不得不拔的刺。康熙果真这样说？当然了，不信我给你演一个啊。他是这样的：吴三桂这个老匹夫啊，他想躺在功劳簿上多少年？这每年管朝廷要银两，国库都空了，这如今还蹬鼻子上脸，900多万两雪花银啊，还不给他挥霍的呀？圈占民田，广征官市，自主私钱不说吧，这老匹夫居然敢弑君，弑君可是大罪啊！可恼可恨，这老匹夫比起鳌拜来说，过10倍有余。朕早晚亲手灭了他。康熙小儿，欺我太甚。王爷，我相信你也知道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的道理吧？这么多年，您派雪衣居士潜伏在明珠谷，一直不动声色的，而且还让我们壮大势力，为的不就是今天吗？所以王爷何必喊打喊杀的吓唬人呢？之前只听说李定国的女儿贪吃贪玩，不学无术，没想到却有如此见识。王爷您过奖了，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吧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是我之前听我爹还有我大师兄他们分析过，我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。王爷，我们明珠谷是真心想同王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，还请王爷三思啊！你若是把我们3个押解进京，相当于我们2家自相残杀，反而让康熙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果你把奕欢送回康熙身边，对你我来说可是有天大的好处。打开镣铐，放了他们。遵命。六师傅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所有干系你自己先担了。放心吧，有徒儿在，徒儿一定会在龙小弟面前替你求情，保你性命的。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王爷，您也放心吧，我也会向皇上请求，请他推迟撤藩时间，
给您时间准备的。好，也请姑娘帮本王向令尊大人转达一句话：先齐心协力，把清廷赶出山海关去，万万不可再生异心，反倒让清廷渔翁得利。一言为定，王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父王，那我们走了。娘，去吧，您多注意身体。一路小心。皇上有旨，将雪衣居士暂押天牢，宣吴应奇、石青红觐见。臣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没有宣我吗？皇上说，先让易欢姑娘回永乐斋歇息。李公公，这次回来，皇上不应该很想见我吗？毕竟我九死一生回来的。可是为什么皇上让我直接回永乐斋啊？是不是识破我了，不想见我了？皇上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肯定已经怀疑你们了。皇上不见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反正你是不该回来的。我这条老命啊，算是彻底搭在你们手里了。唉，走吧。臣吴应奇和副将石青红护送笔墨侍书李易欢回宫，并押解犯人雪衣居士进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代臣父请罪，请皇上治罪。这平西王何罪之有啊？家父讲，他当年带兵剿的梅花门，与雪衣居士结下了血海深仇。雪衣居士假扮成丽妃娘娘身边的嬷嬷，前进皇宫，意图行刺皇上。可是行刺失败后，又将皇上身边的侍书姑娘劫持到了云南，意图栽赃给臣父。好在臣父设计将她擒住，救出了侍书姑娘。臣父命臣一定要向皇上请罪。哼，这平西王不惧流言挑拨，擒下朝廷要犯，还救了朕的侍书姑娘，不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朕要好好褒奖。二公子，快快请起吧。臣代臣父谢皇上恩典。请。多谢李公公啊。李公公。易欢姑娘，你没回永乐斋歇息啊？我想见皇上。皇上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皇上不想见我？易欢姑娘，奴婢易欢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奴婢易欢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龙小弟，我回来了。朕知道，朕又不是一个瞎子，你一个大活人站在眼前还看不见。我九死一生回到你身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？好像还有点生气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我知什么罪啊？你犯了2条重罪。哪2条重罪？第一，通敌。我通什么敌了？朕问你，雪衣居士行刺朕失败以后，用丽妃当人质，你为什么要救下丽妃，自己去做人质？
奴婢舍身救丽妃，那是因为丽妃平日在宫里对奴婢颇有关照啊。丽妃和雪衣居士都是平西王派进宫里的奸细，你用自己顶替丽妃，让朕不得不放了雪衣居士，难免有奸细之嫌。那皇上这么说的话，奴婢还有好多罪状呢。说来听听。这罪状1嘛，就是奴婢劝说丽妃自首，并且告发雪衣居士。这罪状2呢，就是奴婢让奴婢的哥哥冒充皇上，让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功败垂成。这罪状3嘛，就是奴婢身为吴三桂的阶下囚，还不忘为皇上着想，还去刺探他的军情与实力。朕怎么听你说的不像是通敌罪状，反倒是在为自己邀赏啊？奴婢的通敌罪状全都供述完毕了。第2罪是什么？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。我重伤谁了？重伤之人已经到场，你可以当场验伤。哪有人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你被雪衣居士劫走了以后，朕天天担惊受怕，你伤了朕的心，难道不算是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吗？龙小弟，我认罪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要是再敢让朕伤心，看朕怎么罚你！皇祖母，吴三桂在接到皇上的圣旨后，果然让吴应琪押送雪衣居士回京，护送李易欢回宫了。皇上，他是个聪明的人，可是这吴三桂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聪明人不动则已，动起来恐怕就是惊天动地了。皇后，陪哀家出去走走。皇祖母，外面风大，你还是留在宫里歇息吧。这点风算什么？哀家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呀！这点风迷不了哀家的眼睛。走吧。李公公啊，左大人，哎，请您稍后，我有急事要见皇上。你就是有再大的事儿也得候着。世淑姑娘刚刚回来。哦，都明白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吴三桂让雪衣居士回京城，其实是为了舍居保帅。朕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朕赦吴三桂无罪，又给了刑赏，就是为了将计就计。而且临走之前，他还让我去他的军营看了看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他的军营看呢？他带你去，就是为了让你转告于朕，他的军队永不可挡。而且我从滇都回京的路上，看到了好多怪事儿。这以前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村子里呢有一家铁匠铺，但是都是磨一些平时的农具。这次这么多的铁匠铺，如牛毛一般多，还是奴婢平生第一次看见。朕的探子也是这么汇报的。原来龙小弟早就有密探啊！那不知道有一件事情，皇帝的密探有没有告诉你呢？我第一次看到，居然有这么多匹的马。这些马比朝廷的如何？比朝廷的更加的精壮彪悍。这些马都是吴三桂斥巨资从藏民手里买的藏马。龙小弟的密探好厉害啊，这都知道。可是吴三桂买这么多匹藏马是干什么呢？藏马体型彪悍，比朝廷用的川马跑得快，而且高大。他集聚了这么多的战马，还有铁匠铺，难道他想造反？朕一旦下旨撤藩的话，
他就会联合耿精忠、尚可喜一起起兵造反。可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呢？他不怕我回来向你禀报吗？他让你看到这些是有意为之，他想借你的口转告一阵，忌惮他的实力，从而害怕，不敢下旨撤藩。那，你怕吗？索图到了没？奴才在。那还不赶紧进来！皇上吉祥。朕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召集了5000多名铁匠，办了1000多家铁匠铺，同时开始打造兵器。马匹呢？马匹，奴才派人到牧区收购藏马，还到蒙古地区收购更加精壮彪悍的蒙古马，现在已经收购了2万多匹，估计2年以后可以增加到5万匹。龙小弟，原来你跟吴三桂一样，早就暗中筹备了。朕和吴三桂都是心知肚明，只不过彼此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都在拖延时间罢了。那，你决定要撤藩了？当然，这个脓疮不除，那朕就永远是一只病猫。只有平了三藩，收复台湾，朕这个天子才能腾出手来，用全力发展农商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皇上，臣妾请您开恩，饶雪衣居士一死。丽妃，你明知道雪衣居士是在利用你，而你的弟弟也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要替他求情？臣妾举报他，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。现在为他求情，是要报答雪衣居士这18年来对臣妾的养育之恩。丽妃，雪衣居士犯下的可是弑君大罪，不可饶恕。如果皇上一定要置他于死罪，那臣妾愿意陪他一起去死。愿陪他一死？望皇上恩准。丽妃，朕顾念昔日的情分，赦免了你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你不要不知进退。皇上，雪衣居士杀不得。怎么，你也要替他求情？不是，他有很多次都能杀了奴婢，但是关键时刻呢，都会手下留情。如果他真的杀了奴婢，那奴婢就见不到皇上了。叶欢，你可知道这宫里已经有了谣传，说你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雪衣居士的供词，把一切罪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把吴三桂摘得干干净净的。这肯定是吴三桂弃居保帅之举。可现在怕就怕是这雪衣居士保的不仅仅是吴三桂啊。朕明白了，你还是在怀疑奕欢和李太医。不，并非是奴才要怀疑世淑姑娘还有李太医啊，而是那鳌拜在没封之前再三的提醒奴才，而且那雪衣居士曾经脱口而出，他说这李氏兄妹是来自朱明联盟基地的明珠谷，兹事体大，奴才不敢隐秘不报啊。至于这李氏兄妹到底值不值得怀疑，奴才可不敢妄议。万事凭圣公独裁。你这个老滑头，心里顾虑什么？朕一清二楚。皇后是朕的发妻，你是皇后的叔父，朕对奕欢是宠爱，对你们两个才是信任。奴才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左图，现在是皇后的宫里，没有外人，你心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再这般小心翼翼、含含糊糊，小心朕踹断你这身老骨头。皇上，奴才只是觉得，如果这雪衣居士只是出于报复而挑拨离间的话，倒也罢了。但万一他在永和宫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这次回来把吴三桂和李氏兄妹都保下来，那就说明
说明吴三桂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皇上，本来这雪衣居士的供词只需要把吴三桂摘干净即可，为何要把他应该仇恨的李氏兄妹也摘干净？反正弑君本来已经是死罪，他应该继续咬住李氏兄妹不松口，那才合情合理啊。若平西王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妾身不敢深想。朕之前谈及雪衣居士之时，叶欢曾经向朕替雪衣居士求过情，希望饶他不死。那他就更可疑了。雪衣居士把李氏兄妹全部都摘干净，那就更说得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朕应该处死雪衣居士，用来试探他二人？皇上圣明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奴才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一时义气想要慷慨就义的人，可真到了刑场上，见到了刽子手里面的刀斧，到了那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他却很可能会动摇的。我知道啊。嗨，那还不是因为雪衣居士想报复我们兄妹俩，所以在皇上面前挑拨离间。但是皇上那么英明，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，是吧？朕自然是不会相信那些谣传，但是你也不再适合替雪衣居士求情了。雪衣居士必须死，朕还会派你和你哥哥以及丽妃亲自监斩。李公公啊，有劳你回避一下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。我可是冒着天大的风险让你们见着最后一面。我明白，多谢公公。好好，快。六师傅，师傅，奕欢和倾城都已经尽力了，但康熙还是坚持要杀你。奕欢答应过我，无论如何会在康熙面前保我一命。你们倘若出尔反尔，想要取我的性命，那么我也不会为你们保守秘密了。师傅，小师妹并非没有信守诺言，只是你那日当着索额图和众多侍卫的面揭穿小师妹和大师兄的身份。虽然我们背后把事情圆了过去，可是康熙难免会疑心啊。奕欢答应过我，无论如何会在康熙面前保我一命。你们倘若出尔反尔，想要取我的性命，那么我也不会为你们保守秘密了。师傅，小师妹并非没有信守诺言，只是你那日当着索额图和众多侍卫的面揭穿小师妹和大师兄的身份。虽然我们背后把事情圆了过去，可是康熙难免会疑心啊，所以他坚持要杀你，还让我和小师妹监斩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我说不了那么多，你们的麻烦你们自己解决。师傅，六师傅不是说过要誓死效忠平西王吗？王爷对你们还抱有幻想，可是我在明珠谷潜伏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你爹和那些秦明余孽，他们对王爷的仇恨不比对清廷少，所以他们不可能真心跟王爷结盟。倘若我不能保全性命，
想要削弱你们明珠谷的势力，让康熙和你们斗个两败俱伤。那我也算是报答王爷了。六师傅，我知道你痛恨我们朱氏，所以要阻碍我们光复大明。你只想保住吴三桂，报他的私恩，但你想过没有？眼下康熙已经下定决心要撤藩，并在暗中加紧筹备。若没有我们这些朱明联盟的支持，吴三桂只怕独立难支，还望六师傅三思。你们不用妄想用这些花言巧语骗我牺牲自己来保全你们，我根本就不会上当。也不要妄想杀人灭口，我倘若死在这个牢中，你们的身份同样会暴露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们没有想过要杀人灭口。虽然你对我只是利用，还害死了我的弟弟，可我对你就是恨不起来。毕竟咱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啊，师父。六师傅，我好歹叫了你10年的六师傅，我若真要狠下心来杀你，那日在永和宫便动手了，何至于等到索额图他们来，让你有机会拆穿我和易欢？那你们也只能去找你们的几位师傅去商量。倘若不能让康熙饶我一命，那你们只能去劫法场了。否则，我只能向康熙说破真相，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师父，义父，康熙对我和易欢已经起了疑心。明日午时3刻，雪衣居士就要被问斩。康熙要我和易欢还有倾城，都必须赴刑场监斩。太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由我还有你的几位师傅一起去办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假扮成吴三桂的人去劫法场。不过，康熙肯定防备着有人劫法场，一定会加强守卫。诸位师傅去劫法场的话，太危险了。要在法场上劫一个大活人，自然是太过冒险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守在半路上，抢先杀了雪衣居士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义父，你还是要杀了雪衣居士啊？雪衣居士这个人，他为了一己之私，就仇恨大明，甚至敢为吴三桂这个汉奸去卖命，他死有余辜。让开，让开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！都让开，别看了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听说这死囚是平西王的死对头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在宫中当嬷嬷，心想刺杀皇上，嫁祸给平西王，死罪啊！还好皇上福大命大，躲过了一劫。听说皇上今天要亲自监斩呢。居然用了这种特制的铁笼子，难道他们怕我们中途行刺？咱们根本下不了手，怎么办？只能在法场上动手了。走。二公子，皇上，
待处决了雪衣居士之后，这平西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微臣代家父谢皇上恩典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行刑的时候，千万别有所动作。此话怎讲？大家发现，今天这下面好多围观的百姓之中，有不少都是宫里的侍卫假扮的，领头的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那，看到了吧？戴胡子的乡绅模样的那个，那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啊！不好，看来皇上坚持要杀雪衣居士，正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我该怎么通知师傅他们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刑场旁边去看热闹。胡闹！万一人群中有刺客怎么办？那岂不危险了？回来，在朕的身边待着。哦。皇上，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时辰到，行刑。慢着！我还有话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这。慢！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大师父，一欢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收起。哟，索大人啊，怎么是您呢？石树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还给你，都是自己人。把刀收好。没事了，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石树姑娘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啊！哎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啊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树姑娘，你看我这……啊，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树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可疑的人？对。雪衣居士，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两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侍书李义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二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敖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无人指使。
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，嫁祸于吴三桂，好引发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的内战。但是草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清建国有30余载，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，如果再有战乱，那岂不是有无数无辜的百姓死伤？草民后悔了，草民不想死，草民要揭发这2个明珠谷的奸细，来为自己谋条生路。来人，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索图，鳌拜那些挑拨离间的话，是你告诉皇后的吧？原来李氏兄妹是奸细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还真是3人成事虎，连朕都险些当真了。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在和皇后聊家常的时候，不小心说漏了几句，没想到皇后身边的人竟然把这些话都给传出去了。索图，朕知道你是皇后的亲叔叔，你要维护皇后乃人之常情，但朕也是人，朕也有七情六欲，朕身边需要这么一个知心斗趣的人。奕欢是汉女，自由定了亲，她早晚都要出宫嫁人的，她也威胁不到皇后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奴才真的是冤枉，奴才这些所为，并非是为了维护皇后啊，奴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担心皇上和大清的安危啊。不过奴才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奴才多虑了，奴才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索图，这雪衣居士在刑场之上说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觉得可信吗？这，说实话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信任。这，皇上，奴才觉得雪衣居士所说的话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并不可全信。但要真是让奴才完全不再怀疑李氏兄妹，可奴才这心里的确是不踏实啊。你也倒算是说了一回实话。其实啊，朕的心中和你想的是一样的。若是这雪衣居士真的是在临死前动摇，那他就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。可是他在言语之中，分明还是在替吴三桂开脱，这是死咬着李氏兄妹不放。这就说明他和鳌拜一样，都是在打击报复、挑拨离间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朕的心中总隐隐有些不踏实。那皇上，这雪衣居士是杀还是不杀？您先留着，说不定还有用。这，你现在总应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六师傅之所以转变态度，是因为吴应奇。吴应奇？樊师妹把六师傅要在临行前出卖我们的消息告诉了吴应奇。吴应奇赶在行刑前夜，命石青红潜入天牢，见了六师傅。将军，你时间有限，我必须长话短说。我此次前来是奉了二公子之命，他让我状告你，万万不可揭发李奕欢和朱思炫的真实身份。石将军，请你转告二公子和王爷，并非我雪姨贪生怕死，想要靠出手这2人来换取生计，是因为我雪姨根本就不相信朱明联盟与王爷结盟的诚意，所以想要在临死之前替王爷除掉这2个祸害。居士对王爷的忠心，二公子心里都有数。但是他跟我说，至少在现在，我们必须要维系着跟朱明联盟结盟的关系，不能再继续互相残杀了。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朱思炫可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位太子，当年王爷绞杀了永历帝，引得全天下人的仇恨和唾骂。你现在要是再出手了朱慈炫，
那不是王爷摆明了成了公敌了吗？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起兵反叛之时，那个时候谁还来响应我们？可这……所以，明天到了刑场之上，你万万不可揭发他二人的真实身份，反而还要尽可能的帮他们打圆场，为他们开脱。这不仅是二公子的意思，也是王爷的意思。王爷说了，这大好的江山，不能姓朱，也不能姓爱新觉罗，应该姓武。好的，既是王爷的吩咐，雪姨万死不辞。六师傅对吴三桂果然是忠心耿耿，他听了石青红的话，表面上是在出卖我们，实际上却是让康熙更加认定，他是在报复我们，故意在挑拨离间。我说呢，我在关心的人中看见樊姐姐匆匆忙忙过来，跟我爹还有师傅们耳语了几句就都走了。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吓死我了！我差点脚底抹油就溜了。我也是在吴应奇到刑场后，他趁着康熙不备悄悄告诉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那石青红是怎么潜入天牢的？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，他跟鳌拜一样，在朝中苦心经营情报网络这么多年，朝中的文武百官乃至宫中，都有他的眼线，而天牢中就有一个牢头，早就被他收买了。想不到这个吴应奇居然能真心帮咱们。他帮的哪是我们，他帮的是他爹吴三桂。他知道撤藩势在必行了，所以故意拿出点诚意来笼络我们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总算是有希望了。皇上，奴才斗胆问一句：皇上为何还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？让皇上觉得心里不踏实的地方，也许正是李氏兄妹的可疑之处，也许正是查清真相的突破口啊。首先，他们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朕曾多次试探，他们兄妹二人都不肯交代。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老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些不愿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。虽然朕一直安慰奕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二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二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，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二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二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每当朕与奕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奕欢是他的恋人，他在吃醋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了。虽然后来奕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，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会不会，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
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易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易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易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真是圣明。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断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建清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易欢到底是不是真的亲兄妹啊？自然是真的兄妹。叔父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其实你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点奇怪，我就没往深了想。今天听皇上跟索额图所言，他们也怀疑你们不是真的兄妹，我这才起了疑心。康熙和索额图怀疑我跟易欢不是真的兄妹？不错，建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跟我说句实话呀？不错，我跟易欢的确不是亲生兄妹，我只是义父的养子，易欢才是义父的亲生女儿。义父从小就为我和易欢定了亲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妇。啊？你们，皇上吉祥。平身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妾身要向皇上请罪，妾身不该把三叔透露给妾身的消息口无遮拦，说之与下人知道。妾身没能约束好下人，致使下人以讹传讹，误伤了皇上的心爱之人。妾身向皇上请罪。罢了，朕知道你也是为了朕好，关心则乱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这坤宁宫应该是6宫的表率，朕不希望它成为后宫谣言的起源。妾身知错，绝不再犯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朕知道皇后一定会引以为戒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！我这条老命啊，就搭在你们手里啦！你们哪里是我的亲人呢？你们分明就是我的索命无常啊！叔父不必担心，眼下康熙对我和易欢也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实据，而我们已经拿到了铜匣，完成了清查内奸的任务，继续留在紫禁城里，不过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已，
一旦发现情势不对的话，我们会立即撤离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你的。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事情的发展，你们根本就控制不了。就好像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，可现在又不知不觉的被卷了进来。叔父不必担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同时保住义父他自己的脸面，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联盟的其他人。眼下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只有我和易欢，还有倾城一共3个人。你们干嘛来认我这个亲？你们不该来认亲。你们不该来认亲。皇上看起来似乎很疲倦。朕这几日都未曾睡好，有时候明明觉得很疲惫，却是偏偏无法入睡。皇上是太过于操劳，伤了元气，可要太医来瞧瞧。不用了，朕是心里有事，所以觉得很焦躁，找了太医也是无用的。皇上是为了世淑姑娘的事情而烦恼。其实不要说皇后，还有索额图，就是朕的心里也是隐隐觉得不安的。皇后，朕自亲政以来，一直忙于国事，无法陪你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朕对你的宠爱也许不是最多的，但你一直是朕最信任之人，这你可明白？妾身明白，妾身对皇上的信任很是感激。妾身只是恨自己无能，无能替皇上分忧解愁。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去调查李氏兄妹的关系了。只要一天不确认他们2人到底是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朕这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。只是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查出结果的，所以朕的心里也很是焦躁。原来皇上是为了这个而烦恼，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易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皇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皇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。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！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！太医不都是些70、80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
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猪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朕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喏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来的艳福啊，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。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哎，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啊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。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
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